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后礼拜一要开始做民调。赖清德把握最后的时间，一透早来到中华菜市仔争取支持。这个政见发表会要讲啥呢？赖清德讲会主攻经济牌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来到中华溪湖果菜市场扫花，甲大家握手。好些啦！有一个人真面熟，迄就是法医高大成。伊讲为着缀赖清德行程，一透早就出门。来不及了，我才5点外就出来，因为比较起来伊较有可能赢啦。赖清德对溪湖移动到大村资分市。大村超过60%以上的人口拢姓赖，所以我来到大村等于是来到家己的村、家己的厝同款。赖清德想要求更加民众的支持，走传统市场，嘛到庙宇拜拜。被问到电视政见发表会要讲啥物，伊讲：我也有把握，就利用中美贸易冲突之际，欢迎台商回来，也鼓励台商加码投资台湾，而让台湾的经济呢能够走向自主。赖清德知影，伫行政院长任内政绩毋是伊的优势，所以要主攻台湾未来的经济牌。伫政见发表会甲民调进行最后这几天，表现出想要争取基层支持的企图心。